的天。去了好久去了，昨天就去了。在北那边家大了，我们够在一带也好不容易到。完事，还有。转一下，过来，有的过来，好的，你几个地来的？这方面嘛，就是那个方面嘛。啊？就是那个方面嘛。那现在你们打过10年没有？景区里面。是吗？没有，他们没去过。石海，我们就是。石海吗？对，石海。那明天嘛。很可以的。对，我也想去。到了星儿也必须去参观去。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明天我们就去了。非常可以的，它是世界地质公园。我也看到那个图片嘛，是不错的。nên nó lại gặp cái chỗ này cũng giòn món mà người ta toàn là vào tại cái này thì nó tìm ba hội chợ nó mình sẽ là cái chân thầy trong bao sức cái gì ai được chơi khó à không có cái gì làm gì một cái già xóa cái thứ của anh 他们让我。Cuma itu anak gay nam cerot deh, cuma kok kalau enggak ha, cuma ada capek, mau hari ni aku nak kah, so kayu cuma ada cerot deh kan, kita tahu enggak? enggak cerot deh. 样办呢？怎么样？在那来干呢？哦，谢谢谢谢。还有一个，后面还有一个。等，维动先拍照。要喝酒，必须要喝，必须要喝酒。这是颜色的。哦，那个广场那边在拆花车了，他们都拆了一会儿了，才跟我通知。我说要麻烦你过去一会儿，因为我这个就可能还要把这个整了才来得到。你去我看会儿，如果是把我羊儿和猪，我再捡起来，或者和牛脑壳、肉身这些我捡起来。啊，就麻烦你哈。啊，捡了过年车子的就是。啊，有点好。假如以前刚进20个的。走亲节认亲仪式结束。他们我马林菜他把这类我技能我并不有。现在叫姑娘们引领客人进自主堂去祭祀祖先。谢谢。
那个广场那边在拆花车了，他们都拆了一会儿了，才跟我通知，我说要麻烦你过去一会儿，因为我这个就可能还要把这个整了才来得动，你去我看会儿，一个是把我羊儿和猪，我再捡起来，可能和牛脑壳、肉身这些我捡起来，就麻烦你哈，捡了过年车子的就是，要得好。教育前、人类前港街20国的。走亲节认亲仪式结束。他们我的菜，他们这类我记得我并不有。